小圈口的姐妹今天是有福了，小预算也可以拥有这梦寐以求的冰飘金丝杨绿花了。我一板料子出了10几条啊，陆续发给姐妹们，已经给我返图了，戴上手的效果那真叫一个漂亮。现在呢还剩下6条啊，本钱回来了，所以呢我决定今天高货也给姐妹们做福利，来看看。好货呢，毛坯就是艺术品啊，种是老到极致了。这冰透水润啊，整圈的荧光感，盖不住的珠光宝气啊。这种丝丝缕缕的绿花浮游在水中，真是1万年的时光汇聚在这方寸之间，化作这如诗如画、如梦似幻的冰飘花。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可以拒绝得了它的美。悠悠岁月，它是可以托起你情绪的一款手镯啊，它也是行走的名片哦。这就是毕业级的冰飘金丝杨绿花翡翠手镯了，独一无二的美，你肯定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仙女。今天呢是小手姐妹们的大福利啊，价格特别香啊，喜欢就赶紧找我报圈口，我亲自给你安排镯位。